从古高都前的朋友红起来嘞，艳阳高照啊！阿荣，我们上次已经约好了，现在所在位置呢，来报告一下。对，我们现在位置已经来到玉里的安通车站。那这车站呢，当初据说是提供给来这边泡汤的人，就是上下车使用。有客人来，他们就会打电话给温泉的老板，然后老板就会派车来把你载上去，再把你送下来。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服务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好，等下来同你讲一下，观众朋友，如果是视察来到亚威啊，这些玉里富里交界处呢，那些腿臼仙呐，已经很靠近我们的海岸山脉了。但是我们今天重要的任务呢，就是安通古道。冇唔錯，今日從古高道前去收機嘅主角，就係位在花蓮玉里嘅安通古道，亦係全台灣第一條穿過海岸山脈嘅重要通道，對花蓮玉里通到台東嘅長邊。早期有部分嘅客家先民就會利用呢條古道嚟到花蓮建立新天地。一下呢，我哋就一步一步嚟打開安通古道嘅神秘面紗。第一站，先聽聽家園嚟到海岸山脈嘅山腳下嘅安通，喺度慢慢嚟講俾大家聽。太公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從古高都前的小戴，你好，我姓范，范大哥，你呢？我姓张，姓张，工厂张，张大哥，范大哥，没有错了，我的资料正确了。来啊，从古高都前，有到了安通啊，古道，所以请你用啥嘞啊？来回来哈讲你啊？我没是苗栗人，苗栗哦，嘿，我爸是那个竹北人。竹北啊，每月办理桃园的桃园的龙潭三甲水，每月办过两片来开发。日本时代写都过来的，过来两片呢，咱们山体较多，较慢的过来，所以那个田呢较少，通常过来人大部分都会开发那个山体。我爸爸本来是在彰化，是。民国44几年过来的，而我们一过来就在这边开垦，然后种当归来维生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对那边嘛有亲有感情啦。故说安通古道有术士冇？有同属。做细时节有冇吼？都有听过阿公也都讲过，像阿条同道亲戚啦吼，啲师傅过来噶，铁路也係講公路無動發達，通常係坐船嚟過來，坐到了個呢個東片山。東片山呢，嗰邊有港口，去了個海岸山脈，海岸山脈哦，離開安通古道過來，啊過了個古道呢，咩過做了個傳教士啊，傳教士，嘿，有傳教士過來，通常用了個安通古道，過來兩片，一個種去做佢嘅傳道，所以我發覺講吼，東埔嘅了個佢了個原住民嘅了個部落有冇？幾乎。差唔多呢，每一個部落都有一間高堂。哇，某兄弟，安通古道还有传教的一些这个历史在这里面。没错。哇，那张大哥，你有没有爬过安通古道啊？我们小时候，就是在古道那边玩。是，以前就是清朝的时候，就这个古道就有了。清朝的时候就有了。对。以前上面都是一大片，都是有那个野牛。很多野牛，野牛啊！对。现在白白的那一小条是不是古道？对。那条就是安通古道，没错。哇，黑人行的啊吼，古道了个部分黑人行，了个是算讲清朝时代有冇？吴光亮了个统兵，佢开了个八通关，了咩吴光亮加开出来路啊，系冇错。到古道是。贵啊，迄条个银行的路，厉害有冇吼？产业道路可以了，都开到有港中的蔬菜，佢都有路上去；都冇港中的蔬菜呢，有每日有条个水土保持局，加叫开发到龙档上去，要到龙档要用嘅上一集嘅節目當中，我哋收機嘅八通關古道，亦係清朝末年吳光亮奉旨打通中央山脈嘅重要通道，對花蓮玉里直接通到南頭嘅竹山。八通關古道完工過後，吳光亮要殺下來打通安通古道，同樣係啲玉里。唔過呢，呢位打通嘅係海岸山脈了。安通古道開通過後，大批嘅客家人、留河洛人嚟到呢片嘅地區嚟開墾，
2位泰國嘅阿爸就會順着呢一條古道來到安同嘅。而了呢，喺海岸山脈嘅山腳下種特殊嘅農作物，一下呢已經變咗安同嘅特產了。觀眾朋友，你一定有試過當歸，一定冇看過當歸上頭又蠻用誒。呀，種嘅倆龜啊，係當歸。這個是當歸，係倆當歸，唔通嗌種一兩。一兩。係，啊種起來，佢喺頭當尾胎，你要鬆土，種下以後吼，愛鬆土，土鬆起來以後，佢喺頭當尾胎粒。咱老竹筍有強用啊，吼，強用愛胎就愛鉗起來。像我呢種番薯咪強用，番薯所有東西愛配頭愛胎都會鉗。唔錯。哇喲，總太哥很厲張大哥好快，這個就是當歸了嗎？嘿，冇錯。哦，讓我慢慢看一下，慢慢看一下，先。哇，同樣好像香菜啊。沒強用，你皮也冇強用哦，你皮也冇。你嘅兩個香菜冇買強用咪？哎呦，較接近兩個芹菜。啊芹，係啦係啊，唔係用嘅芹菜，係冇錯，跟老芹菜有關係嘛？啊，你講哦，同科啦。哦，同科啦。哦。我手上拿這個啊，叫做大合龜。我們台灣有很多種那個當歸，只有大合龜最適合我們台灣栽培。這個當歸是多年生，你要1年採、2年採、3年採、5年採都可以。可是呢，台灣啊，就氣候的關係，所以說我們沒有辦法到3年，最多可以到2年。 2年就要收成的。對。啊，我們是不打藥的哦，就是用有機肥啦，友善的，对，吃起來最健康。对，那這樣子的話，你看當歸應該是吃它以下這個根的部分啊，是嗎？不是呢，它全株都可以吃啊。它這個葉子可以煎蛋，可以煮蛋花湯，這個梗跟葉子都可以炒飯，炒起來味道很香，很適合養生。那我們平常啊，還有那個中藥行啊，看到那個當歸，我印象中就是一片呢。那這個有沒有要加工處理？比如說曬乾啊，或是什麼燻還是什麼？其實這個當歸曬乾了就沒有味道哦，因為藥房它那個有加工過哦，所以它不會壞掉，然後又有味道。其實它會苦。我們這個新鮮的當歸，你一次用了2、3株下去都不會苦，是，對，差別就在這邊，所以它的香氣跟那個藥房的香氣不一樣。哎呀，真見開眼界了，原來當歸係受到安養型嘅哦。張大哥嘅屋下種當歸已經有60多年了。佢講呢，其實台灣嘅當歸啊係日本人帶落台灣來嘅。日本時代都有種呢個當歸嘅，日本人呢有利用日本人對呢個農業嘅研究同深，佢都會帶動到來呢邊起種，起種到有冇？呢啲個東邊山有係特別嘅安同有特別好，呢特別天過咗呢個火山爆發出來天。冇錯啦，因為有溫泉之有火山啊。係冇錯，啊！你特別土質啦，個松、石灰質個重，輕點有冇？吼，你東邊山嘅雲霧有冇？到下豬頭雲咧會飄下來，佢哋嘅水呢，充滿喺啲太平洋嘅，你會帶到18嘅呢個鹽分帶流嗰呢片度。所以講有冇？你特別研究以後有冇？種嘅當歸品質一定好。哦，係安用哦。係，啊唔過厲害，呢啲台灣來講種當歸吼，因為呢個食藥樹嘅叫為貴天，所以我哋呢個種呢當歸到目前為止我哋冇做呢個主藥材，人間可以讓我哋買我哋要做食材，呢個頭，然後切起來撈啲切片。煮起來吼，洗起來，煮嘅呢排骨啦、鴨味啊、馬雞通啊、煮湯湯，加一啲嘅調油冇，綿綿粉粉當好食。然後呢仲要紅米轉來煮嘅油冇吼，撲撲冇呢個粉條，冇中央。所以呢個當歸調油冇吼，煮呢個食品嘅料理當好。當好食。係，啊呢個鴨味油冇吼，我要嚟煎呢個卵油冇吼，將矮筍呢好食到油冇。來盤呢叫咩變過來？啊，你買當歸啊？唔係哦，你也要當呢個特別嘅東西，厲害你研究嘛吼，呢個身體啊，同埋愛顧，呢個呢對人哋呢個血管、心臟一定好嘅東西。係呢個東西，你要教本人哋啊，莊先生，你詳細來你介紹。其實我們這個丹參啊，是花蓮農改場張同武教授。是。
他认为我们安通这个地方很适合种这个丹参，也可以讲说红参。哦，这是这几年才种的。是是是。对。总体嚟講，丹參本人列做四大參之一，長期食有保養身體嘅效果。其中嘅當歸老丹參，因為葉嘅味是清強，蟲都冇好食，故所呢，咩冇需要噴農藥，都係有機嘅哦。你啊有冇當難得有那個機會，幫大家看下到當歸呢個用種到你啊太，你啊開花咧，你啊個當歸嘅花都你有冇開花開到呢？拍色，你看。拍色咧，一般人來講，我看到嘅青青黃色。真勁誒，第一擺看到誒，這輩子。有那當歸花，那個摘起來有冇吼？哎，糯啊。哦，你都批得到當歸嘅味當蟲。一下。哦，心太用力了。日式的時候哈，日本人要廢除我們這個宗教的這個，那時候不能崇拜偶像，對不對？藏在那個米倉那裡也不安全，去藏在防空洞也不覺得很不心安。再藏在我們那個大門的那個門檻上面，這樣也是不放心。是，到後來就想到說，我們那個家後面有一棵大樹啊，把它鏟一個洞。哦，樹洞。對，就這樣逃過那一劫。那個摘起來有冇吼？哎，糯啊。哦，你都批得到當歸嘅味當蟲。一下。哦，心太用力啦！竟然有當歸味當青蟲誒！當歸嘅味當蟲。咁都沒有批啊？有。哦，青蟲啊。係冇唔錯。一般那個當歸差唔多時間到嚟了都會改。而家講會開花來呀吼，有當歸條會變胖條。胖條啦，因為你嘅菜條吼，總會開花以後就胖拱。係啊，你個當歸有冇吼？你那被開花以後啊吼，你一條都冇用誒。開花了以後，它就會死掉啊，因為這個已經超過1年了。對啊，我們就開始採收了。好 ，OK，let's do it。哇，挖很深啊！哇，跟出來了。好，很太條，珍貴畫面，觀眾朋友，你有看到嗎？當歸，那係當歸，很太哦。你看它整個根在底下，它吃這麼多的土的營養啊。一般來講，葉有結發，也見到行結發。翻睇過講呢，當歸嘅葉嘅留根，享用按發按果。也係當歸嘅一大特性，故所呢，佢哋嘅採收嘅時節都會走定葉嘅高土、發土，用下條嚟挖，爭唔挖唔錯個。起講留當歸嘅見白湯啊，加熱嘅家私啊，就差錢多了。了解安通嘅特色產業過後，接下來係進入今本日嘅主題內容了。嚟然後請上去睇嘅安通古道，有建議用板開冇？有，該都會停下條叔公啦，阿公時代。過來先吼，啲兩個東片上海片，切過來咪做得。好，啊啲兩個轉噶吼，啲邊切過去咪做得。我記得咯。哎呦，水要帶足條嘅哦，漢堡要帶進來哦。漢堡嘛要帶咧。好多時係要磨水，那山當是磨水的。翻睇過以本身嘅經驗、好心來提醒大家，因為安通古道全長有13公里，係經過海岸山脈嘅山頂巷。正做得來到台東嘅場景。喺出發上古道以前呢，假如讓文史工作者來搶救，希望做得到較多一些有關安通古道嘅線索。安通古道個路條帶來講，不管係清朝政府去管轄東部嘅原住民葡萄架，有2條最重要葡萄。第一條，聽人講係豐濱道。豐濱廣福之間，呢，其實呢，還有一條就是奇米沙到太廣後嘅。你記得清朝時代有太廣後事件，大港口事件，就是按樣來後哦，清朝政府樣講骨頭唔爛，故所幾乎慢慢的過去清，
所以屯落下的传统文产业里，开始向东边去迁。不过那条路当然可以，因为海岸山脉当个因为行天位当重要。故说民国86年代，政府就开始规划，我到那条故土呢做现代化的公路。那条新的公路就按到台30玉草、玉里都草原，搭了一只太崩口过。玉长隧道。玉长崩口隧道。故说让佢有经验，按方便的交通。台30線嘅起點，也就是上一世家園來到日本時代開闢嘅八通關月亮古土嘅入口處。對花蓮玉里來到台東嘅長邊，全長35公里。喺廖太哥嘅建議之下，我建議轉向台東嘅長邊來前安通古土嘅入口嘅起點。呢幾片咪係嚟遷到客家嘅鄉親咯。呢搭位數呢，是海順條。用不由三國王廟呢，了兩山呢，今年親弟啦，主委，還有阿公，今年兩山呢，要同來講一下啦。日式的時候哈，日本人要廢除我們這個宗教的這個，然後那時候不能崇拜偶像，對，日治時代的時候。那時候是我阿公他們在村子這裡，他們在維持這個我們王爺的他的神像，後來我阿公就說要把三王他的神尊保留，後來他就說藏在那個米倉那裡也不安全，那時候我們村後這裡有一個防空洞，去藏在防空洞也不覺得很不心安，再藏在我們那個大門的那個門檻上面，他這樣也是不放心，都後來就講到說。我們那個家後面有一棵大樹把它藏一個洞。樹洞。對，然後把那個神像藏在樹洞裡面。這樣就這樣逃過那一劫。再看到三山國王廟，就喺客家莊到了。呢邊嘅客家鄉親，有嘅順登海路過來，有嘅行安通古土來到呢邊開墾，漸漸嘅就形成一個客家聚落了。阿公，你鄉乜街啊？鄉車。鄉車哦。你鄉車，你這哪位來啊？從南條過來。南條啊。哇，南條過來啊，行乜街路過來啊？坐車過來啊。坐車過來哦。你安通古道你知嗎？知啦，是行過。是行過嗎？是的。有行過的哦。有啊。你這南條啊，用不就到安通了到位數啊？唔係做過安通做了位咯。了位長濱嘛，用做乜街去過來啊？過來村前啊。有村到嘛？冇啊，這冇村到就要調人。冇村到要調到了位啊？對啊。哎呦，因為按樣講咧，你來到了位啊，做乜街事？做乜街事？來到了位種經濟。安通古道有嘅開東西來賣啊，還有乜嘅商業用途有啊？有，又會賣酒、吃酒個開種有可以。安通古道，我做哋講係一個商業古道，可以做對哦。阿公講呢，安通古土唔單止係一條運送民生物資嘅商業嘅通道，更加係縣郊土路同阿美族人嘅通婚土路，係一條多功能嘅重要古土。早期嘅客家鄉親為來到長濱發展，最主要係為到耕種、畜農、留卻香茅。客家先民來到長濱過後，咪就留三山國王嘅信仰帶到呢片來了。從大陸那邊過來，然後就是因為一個林先生，因為他也不知道，因為他好像說來這邊，然後第一站他們是說在那個鹿港輾轉來到這邊，然後呢這邊也就是早期為了保護這一尊三王爺。然後就用心良苦去把它東藏西躲的。其實講起來，因為年代太久嘅，三王爺到底係哪位鄉親帶來台灣嘅有千多種嘅講法。不過呢，在地嘅居民都相信，就會因為三王爺嘅保庇，將做得本地頭做得安居樂業、順利平安，香火咪就越來越旺了。爆米花之後，廣告之後呢，三山國王呢就來搶出來，搶到下嘅複雜不過該用時用冇嘅喎，
做毛的毛料，对，就是用茅草做的哈，草毛去做的哈。渐渐的呢，才又改成做龙木，用做来做嘿，都偏下呢，你做的可能点安排条的哈。有百多年历史嘅南山宫係台東唯一嘅三山國王廟，因為菜地啊有千多神蹟事件傳出來，故說唔單止客家鄉親，就連好多人留外省人，咩都來呢嚟參拜，變咗菜地最重要嘅信仰中心。而看過日本時代建成嘅政策，保庇三王爺嘅殊龍，多年下呢，俾本大家鄉下來保留下來。哦，有哎，本身那一棵树啊，已經不在了。对对啊，后来呢，为了说要保留它有一个它居住的地方，所以把它栽种这棵榕树。但是这棵榕树跟一般的都不一样，你看长得多茂盛。一个松树吼，后面当有的，那么最早的木材系在那边呢，你停定来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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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最早的时间呢，吼，有可能月头一嘛。哦，月桃啊，月桃。大家也看到嘅一個地方啊，就係當年抗城鄉嘅殊龍嘅位所。原本嘅嗰條太陽樹早就已經走死嘅，大家都相信，佢條心中嘅榕樹生到安好，就代表舊榕樹嘅重生，精神永存。我見佢向三山國王祈求平安過後，就停停踏上安通古道嘅體驗了。順定線索，假如來到南竹湖沙溪，呢一擺啊，要麻煩我哋嘅阿美族朋友了。觀眾朋友，然後身旁呢，青頭太狗有我們的理事長，還有大姐，還有兩位大哥呢。既然然後等下呢，這位同俺呢去行嘅安通古道啊，這些人呢，馬上引起呢，只係俺呢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姐姐，真的幫忙我們很多呢。那你要不要跟我們鏡頭自我介紹一下哈？謝謝。我上兩兩小姐啊，西施係在地府里長大。又是6年加過來從兵。哇，那要問一下了，大哥有沒有爬過安通古道？安通古道就爬了好幾次了，小時候，7、8歲就爬了。7、8歲就去爬了，是不是？對，那時候還沒有做路，還沒有做。那個時候的路還很小啊。姐姐啊，你也知道啊。我是住在山上，光復搬過來山上的啊。哇，所以你安通古道，你有住在安通古道上面啊？我們在下面。在下面啊。那你住的那個地方叫什麼名字啊？馬太安。哦，以前住在馬太安啊。對。哇，那你為什麼會住在那邊？誰知道大人？誰知道大人？它是配蝸牛，瓜牛肉哦，三茼蒿跟瓜牛肉，很好吃啊。对，后面更好吃。这山上空氣又是那麼好的空氣哦，有9度，就這樣生吃，咔嚓，哎呦，咔嚓一下，就吃了。PM 味都清香，一個草的香味，這裡絕對沒有污染的，對，都是天然的。生菜沙拉。甜沒有？哎，後生怎麼樣？有一隻牛在那邊。那時候還沒有做路，還沒有做。那個時候的路還很小啊。姐姐啊，你也知道啊。我是住在山上，光復搬過來山上的啊。哇，所以你安通古道，你有住在安通古道上面啊？我們在下面。在下面啊。那你住的那個地方叫什麼名字啊？馬太安。哦，以前住在馬太安啊。對。哇，那你為什麼會住在那邊？誰知道大人？誰知道大人？誰知道大人搬過來山上，說那大人呢搬過來山上啊。一個阿姊嘅角色啊，實在很出，很得意想啦。阿姊嘅講呢，對呢邊向上北行安通古道，就錯得來到馬太岸。佢哋嘅創建係啲大粒嘅時節，發現到馬太岸當方有平地，適合來開發，就故意家族6、7戶人都搬上去開墾。一下嘅片啊，還留下嚟佢哋當年卻香茅嘅老灶頭哦。我們這個社區這裡到安通至少6個小時。
要6个小时，你也吓死我！这个很好走，都有阶梯，4000多个阶梯啊，4000多个阶梯慢慢爬嘛，这样一直爬4000个阶梯。阿妹哎，竟然要骑4000个石台牌哦，吼吼，也真嘅本嚟嘅摄影師啊，錯鏡一下呢。我見佢嚟到南竹湖沙期嘅時節，已經係下晝嘅。理事長冇建議嘢嘅時節上去古拖，因為行到一半啊，天就團霧嘅。佢哋我哋約好聽個日出發，係建議我哋呢去附近嘅長濱漁港去撲一下，嗰片咪有我哋客家鄉親打拼奮鬥嘅故事哦。哪位來嘅客家人？係新竹嗰片度嘅，新竹網山嗰片。網山啊，哦，真遠呢。哦，網山我哋節目嘛有去過啦，泰山杯嗰邊咩？對啊。哦，很好呢。啊你啊吼，用辦法只嘅網山嗰邊來到兩片。我爸爸之前清早之前都過來嘅，兩片務農啊，務農都樹沙做工嘅啊。哦。安通古道你有熟識嗎？唔是去過，唔是去過，但是咧，唔是去過。係哦，你下吼，我哋後背啊，所以我哋長濱漁港。泰國講，佢哋算係後期爭來到呢一片土生發嘅客家鄉親，因為耕地有限，故所種香蕉、作魚呢，在做啲賺錢嘅石頭啊，全部都認真去做。看到我哋來拍片呢，泰國嘅朋友咪當熱心嚟留我哋聽書。大家啲打嘴鼓過後呢，泰國真想起，哦，原來佢閒些時間就行過安通古道了。我細啊，我去南竹翻山啊，過一邊啦。安通啊？係啊。你有行過啊？那條路好不開，那個山路嘅四條，你幹嘛安通古道？按個頭前面你冇講。我講那條路啊，那條路我行過一遍啊。哦，有行過一遍啊？我表姐結婚咧，我都喊我去上西山，行過在山中央哦，在環保啊，這個是東洲，然後這個留下去都安通啊。泰國講安通古道路前沿，彎又淺快下，佢行過一擺就嚇到了。不過呢，當時咪冇其他嘅選擇，因為佢已經係玉里到長濱最近嘅路嘅。看到本沙石鐵嘅吳江，泰國無奈何講，頭擺啊，佢條裝嘅環境也已經完全改變咧。我記得我細漢來到咧吼，規片咧沙灘清淨啦，啊啲啊都就見大過來都往我們這個港口這邊咯，打過來。衝過來。所以我就從長濱漁港哦，先接到伊沙見屯見淺啦，要見淺啊，要歸數來淺啊。泰國講，一下龜頭島比唔貴隻嘅時節，佢哋嘅漁船因為漁港本身設得實施唔出去，生活受到影響，故所正經啊，大家要從事環境嘅保護。離開漁港過後呢，我見吹啲長濱過嘅一夜，天一日打咗留理事長約好愛見面，準備要嚟體驗安通古道。啲上山以前，理事長留出人記到，準備嘅農村嘅入山嘅祭拜儀式，祈求山神來保庇大家平安。現在香煙也要點着啊！要。前2日還簽好公司嘅理事長，呢一個時節，每一人看起來真嚴肅又莊重。佢講呢，一旦來到山神嘅兩邊，絕對要尊重，也係記錄幾百年來不變嘅傳統。有要進去，其實這山路沒什麼危險了，就是有野牛了，沒什麼危險，有野牛了。你不要吃它哦，不要吃它，不要吃它就不會追你了。哦，好。真的，我們要爬上去都會看到那牛糞了。牛糞啊，還有山豬了。山豬也有。你們都不敢吃了，對不對？對，我們不敢吃，沒有問題了。哦，所以你們比較危險，是不是？祭拜儀式一結束，理事長肯定要恢復好公司嘅本性了。呢度聽說我哋拍片呢。今呢，還請嚟2位阿美族嘅泰國來聽書哦。第一次來的舉手。
哇，怎么会变这样子？那以前有来过的人举手，哎呦呀，这样子一分就知道了。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感受啦。第一次来的姐姐，有，你第一拜了？第一拜。第一拜啊，哎，累都了不紧张哦？挺紧张哦，紧张哦，不过也很开心。对，小时候有来过啦，但是隔了20几年了，所以这里觉得很陌生。还好有理事长他们带路哦，我们一大早来这里攻山也是值得回味的地方。连武器槟榔都带了，你看看。呢度去体验一条先民式行過嘅兒童古道，甚至嘅荒謬嘅客家鄉親，咩近日藝術嘅行列。大家冇誤會哦，一下行嘅山路啊，係冇算係兒童古道嘅路線。到古道嘅入口呢，最末係要再行1.5分鐘。行啲路況嘅時節，理事長發現到佢條韓式10多態嘅野生嘅山東果菜哦。它是配蜗牛，瓜牛肉，瓜牛肉哦，螺肉，再加香椿，也有刺的香椿里面。有刺的香椿、山茼蒿跟瓜牛肉，很好吃啊。对，煮一锅汤下去，煮起来。这个汤啊，泡面好吃，泡面也可以，泡面也很好。山茼肉也是很好啊，泡面更好吃。这山上空气又是那么好的空气哦，有机无毒，就这样生吃，咔嚓，哎呦，咔嚓一下，就吃了，就吃啊，可以吞下去啊，可以啊，那我来试一下喽，你敢吃？俺唔敌呢，俺唔敌啊，俺唔敌吃这个会长生不老，真的假的？哇，来，真的，我先闻一下味道，批一下。这个我们从小时候吃到现在，你看长得，你看那么壮那么高，哇，真的呢，你就是靠这个味道长这么高的啊！参军养护，有生之年这种。来，我也要来一点。好了，香香的啦。这个然后吃了延年益寿，长生不老。那 PME 都清雄，一个草的香味，这里绝对没有污染的，对，都是天然的。生菜沙拉，甜没有？对。后生怎么样？有一只牛在那边。俺用越看越知道大家根本日喺度搞遊嘅啊，搞到實在很歡喜呢。大家注意哦，對面看到嘅山頭啊，就係根本日嘅目的地，還有前沿嘅路呢。我看大家係喺實趕路呢。觀眾朋友，我有一隻太發現哦，你看會不會？哇，有個人造的管線啊！理事長，怎麼會有人造管線在這邊？之前我們的管線不是這樣，是現在已經很發達了，是才會有這個管線。哦，以前是按照這個峭壁，是我們引水的地方，灌溉我們下面的水田。這下面全部都是水徑，碰到這個有小溪的，用竹子。不是用竹子的話，就有很多方式來去引接它，把這個水引到下面去的。哇，根本已經真歡喜啊！因為我哋嘅節目嘛，從古到到今，一路下來呢，全部都修給了黑種嘅景嘛，根本呢資料在古道，哇，看到嘅阿密斯朋友啊，沿路條擺那個水啊，水源用板按用接出去啊，還有用到個路條擺嘅方法啊，哇，記錄到無窮用嘅景呢，很好哦，繼續很好嘛，來去。按樣嘅發現，真根本大家錯驚一下。原來早期長邊嘅良田就會因山泉水來飲水嘅，一下經驗啲山壁上還看得到流下來嘅痕跡哦。看到冇？就兩條啊，真正係個路條擺引水路，沿路條擺啊，冇了個孔苦令做嘅個同貼用料做嘅啊，讓它水這樣子在這裡面流下來，然後一個接一個，哎呦，一條接一條這樣子把它引下來。你啊從古到今發現了阿密斯另外一隻景哦。來，大家集合了，係嘛？諸位，跳起來，然後有看你啊，這個竹林底部啊，挖東西哦，挖到青頭東西，有挖到很多東西，對不對？挖到竹筍啊。竹筍啊？對啊。拿來。漂總，你
哎，主委你侵犯呢，就把那个竹笋放到别人的包那个嘎鸡里龟。来唐公啊吼，来爸爸吼，人生第一次看到餐饮、生饮啊，还有男生女生脱光光洗野溪温泉，给他抽奖一下，哇，通天太假都脱光光啊吼，谁聊到微瘦了呀？今年请输送哦，不用，哎，哎，很熊暖哦，要不要熊的呢？哇，啊，某冲，你看，要不要杀骨啊吼，一出风啊，真的野溪温泉呢。哎，主委你侵犯呢，就把那个竹笋放到别人的包那个嘎鸡里不会？麻竹的竹笋啊，哇，好大哦！而且我看你刚刚在那边很开心的，一直削，你是来有收获嘛？有收获，来虾品的，是不是？主委夫人来过来我这边，都是你啊，叫这个主委去采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我可以省菜钱啊。害羞了，对不对？除了竹笋以外，还有山茼蒿，你还没有发现别的？我正在寻找。正在寻找中，是不是？李氏，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啊？李氏？管针吗？管针那个，这个哈。这是什么？这个你知道？这像我们保利龙同样的品质啊，这个可以把它挤出来。哎呦，哎，哇，这什么？哇，哎这材质拿给保利龙 Q 用哎，很轻哎。起初我还没有出去北部工作的时候，都来这里采这个回去卖啊。哦，提白观众，那原本然后黑质量树干的中心底部，哎呦，我们把它懂出来，比如出来以后，这黑料在，你看白白的，而且拿起来很轻。也个东西啊吼，因为也你东海岸啊吼，大部分就会在阿弥陀的演出面，那其实这时节了吼，谈员工就拿来做嘛个呢，拿来做破芳诶。破芳诶，就是浮标啦哦。这个是可以浮在水上的，而且你看这样捏起来的那个质感、手感根本。我们小时候把这个并在一起可以做竹排，我们可以做小竹排。竹排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全部绑一起啊！大长可以把它雕成这个像船一样的这个形状。对啊，理事长小时候有用过吗？也有玩过啊。我们这个靠海吃饭的，也有靠山吃饭的。对，然后靠海吃饭就有时候做小船呢。这个是刚刚是谁砍的？谁拿的？你呀，就是你。这只凶手在这里，那个呢？被害者在哪里啦？被害者在那。好，那我们赶快过去看一下。从来没看过啊！哦，原来就长这样子，哇！所以刚刚你就是从这里砍出来的。对。最大就长成这样子而已，不会再粗吗？会长高了，粗也是有这么大的，但是越粗哦，这个越厚。哦，外层越厚，对，越厚。哦，你说里面保利龙材质最粗大概就是这么粗，对，就是这么大这样子，所以把它并在一起，真的可以浮在水上。对啊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小时候没有玩具可玩，就是要靠我们自己来去打造啊。真的呢，哇，这些肉条摆紧嘛，对不对？人講啊，靠山食山，靠海食海，頭白嘅先民真見到會發明留利用大自然嘅資源。一個乾針呢，真見本藝條開年嘅，就按樣見坡見田見行見坡，一點鐘過後，理事長呢可以語言嚟看片，所以我們就在平藝條繼續行下去，前進安同古土嘅村，就按樣分咗兩路了。好，你呢會填哪一路？哦，因為呢今日運通量又拉嚟吼，拉嚟吼，所以呢就搞本你從古搞到今呢，聽眾朋友呢吼，觀眾朋友，過年呢大家來下。逛過了，哈，蝦品完了，你這蝦品完了，回去煮竹筍了，回去煮竹筍了，有沒有聽到啊？竹筍等啊，哎，有糖豆了啊，好啊，接下來呢就開始了，來你繼續挺進，好，拜拜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好，稍後嚟嘅路程呢，就會麻煩兩位阿彌族大哥來帶路了。太陽再行半點鐘嘅山路，嚟到中山啊，來到安同古土入山嘅地方，還有新朋友可以加入嚟到哦。我們
刚刚哈从我们的停车处走到竹湖溪水尽头这里呢，花了多久的时间？1个小时半。而且呢，我们现在呢后面小小的那个树的那个凹处啊，哈，那边就是我们真的要开始很陡的可以闪的梯缝啊，就是这个登山口旁边刚好有一位大哥后打先生，名字自己先介绍一下，拔蜡，拔蜡，拔蜡，那你平常就是带我们的登山客呢来体验这条古道吗？对，是。对，1个月差不多带2、3趟。带2、3趟哦，哇，那平常都是哪里来的客人比较多啊？部分是北部，还有南部的，还有以及其他都市想来体验的客人都来这边玩。是，所以呢，我们观众朋友啊，哈，你啊，有想要来看咱安通古道的话，没错，这样有，而且马上，而且拔啦！安通古道于1875年清朝嘅时节开通，全长13公里。呢条古道是喺1976年，因为公路开通过后，渐荒塌咧。2008年，林务局重新整修，一下呢变做挺热门嘅登山路线。带领客山嘅人嘅破达，就会世世代代带到呢片嘅阿美族人。佢哋希望借定呢種嘅方式，幫大家嚟熟悉呢條頭擺千輝煌嘅古道，咪記得先民打拼嘅歷史。下哈，俺们来到了安通古道的真正的入口啦，对不对？跳前然后行个平平的路呢，只是上小菜而已啦哈。故说俺客家先民呢，会翻山越岭，翻过去安通这片呢，所以在这里开始了。对，没错吧？对，你看我们这边很多石头啊，好像是这个火山喷发造成的石头，是吗？对。翻过我们这个很辛苦的海岸山脉，到达安通之后，安通那边有一个温泉，安通温泉，对，就真的很舒服了，对不对？爽啊，对不对？那个阿美族话哈，很好的怎么讲？嘎索爱，所以我们到安通温泉那边，我们大家一起泡下去的时候就嘎索爱。嘿嘿。呢兩位阿美族嘅大哥看起來本家園帶壞了，聽家園向下點起來了。一接近古道嘅入口，我哋就發現呢條安通古道，老我哋之前撲過嘅古道完全冇兩樣，佢看起來行下古老，行下接近路頭白嘅樣嘅哦。呀吼，開啟其實下杯入口處，在矮人用啥吼？冒險2人組有一類去啦安通古道，來一看一下有乜嘢神奇嘅事情。安通古道喺1875年由吳光亮帶領客家子弟兵來開闢嘅，對花蓮玉里嘅安通通到台東嘅長濱，全長13公里。就採天人行嘅經驗來看，最末要花6點鐘，才做得全部行鐵路。因為啊吼，俺哋咧安通古道啊，唔係輕好行哦。重點要有吃到說啊，這些古道，這條的 QA 路啊吼，就是隨便按用衝啊，按用輕裝來啊吼。係咩唔對？按用重的。咩唔對？絕對唔對哦，因為啊吼，會做個完整的裝備，然後食物啊吼，還有你的爐頭都要帶齊，不然的話，客山的時節吼發生那個意外，哇，真的很危險。來，輪去都鼻孔啊！哇，你看這一定要登山鞋啊！矮海岸有 QQ 哎，冇辦法哦，海不推兩步嘅啊。安通古道嘅路況正經像之前太子講嘅，路面淺狹又彎彎彎彎，再加上前一日落雨，故所路面啊又濕又跳，大家員，你哋會行好呢？你那個怎麼那麼快就回頭啦？我們達到目的了就下山了。目的是什麼？在頂端那邊。頂端，在那邊頂端叫什麼名字？也是馬太鞍山啊。馬太鞍山啊？怎麼那麼快啊？很快啊！我們達到目的就回頭了。所以上去大概還要走多久到馬太鞍？這邊也算是馬太鞍的領地了。是。到那個目的頂端差不多1公里500。1.5公里。其實巴拉泰哥呢係老外頭講笑嘅啦，佢啊先下山，係因為一位登山嘅人啊身體冇舒爽，巴拉泰哥呢唔敢俾佢繼續行下去，故所就把眼鏡要轉來。呢兩片真見去提醒大家，行古道真見愛看自家嘅能力咯。
看呀，今年轻点啊哈，每一步啊膝盖都要抬到最高，太累了。轻装都分2马路嘞，没办法。好，你啊，都转1嘛，都转。装备不足，时间也没办法了。好啊，第2下，随意哦。好，第2下呢，我连从顾高都紧嘛吼，呼吁好客山的朋友啊吼，有限呢，捌来那边这家做来行一下。你看200公尺，行到啊，吹都无法吐嘞。都几种啦？哇，矮海今年冇办法行了路呢。做唔出海啦。做唔出海啊！觀眾朋友啊，真件行排泄哦。考慮到安全和體力嘅原因，今本日兒童古島嘅體驗將做得經常到了。下山過後呢，假如來到古島嘅另外一個入口，也就係兒童溫泉區。雖然冇圖行得全程，不過前面行得古島過後，泡溫泉嘅舒爽體驗，假如天出我嚟感受一下。嗨，冇錯，你看到那條路啊，吼，是我哋安通古道，行下來啊，吼，你看那一片山哦，山坡底部呢，那下吼，同啲溫泉飯店啊，你看會不會？哦，那這些溫泉的源頭啊，野溪溫泉，是露條拜呢，有獵人啊，吼，客山啊，吼，哎呦，扭到了，吼，這裡被泡，原住民呢，大量，哎呦，舒爽嘞，那係裡被泡。唐講啊，吼，那邊溫泉呢有一點點的療效哦，你下呢，這係我家園的輸送的時間呢哦，就叫落去咯。根據資料嘅記載，兒童溫泉係喺1904年一位喺山東鐵路嘅日本人發現嘅。喺日本時代，一片係設有警察招待所，方便日本嘅官員休息療養哦。很舒爽哦！還有啊，我唐講啊，吼，我爸爸啊，吼，人生第一次看到餐飲、生飲啊，還有男生女生脫光光洗野溪溫泉，給佢測量一下，哇，總之大家都脫光光啊，吼，這聊到鼻索了呀，今年輕舒爽哦。哎呦，很熊暖哦，那邊熊的呢，哇，啊，冇錯，你看，那邊沙谷啊，吼，有出風啊，真的野溪溫泉呢，啊，很深呢。踩不到底哎！哦，第一拜啊吼，洗野溪温泉，整个人都可以泡下去。哦，很厚哦。肉球拜哈嘎咸米啊吼，反给安通古道还有梵沟蕊，今天很流慢肉啊，而且呢这个肌肉酸痛，在那边泡压，疏解肌肉的一个酸痛啊。今天哦，贝克山哦，安酱。还有周身呢，轻轻紧，妈懂得享受啦！啊，不水不海呀。哈哈，我看啊，一個大家園真然搞到電去了。鄉親朋友啊，一條100年歷史嘅兒童古道，穿過海岸山脈，連絡花蓮內陸，留推動長平嘅良田。未建立客家先民、阿美族、留好多人無強促權嘅感情，希望要期俾觀眾朋友下一拜天作一雷轉，保證會有千豐富嘅書法留感受哦。